伫咧3年前，台中发生成东救福中医这药房内面有掺自洗来甲病人治疗，造成250个人严中毒。台中地方法院一审今仔日宣判，这犯案的负责人医生药商等人判刑6年到7年半。有受害者认为讲这判了伤过轻，不过也是有人认为讲会当互因假怪。台中市2020年爆发成东九福中医是使用禁药、自洗含烟弹，造成250个人中毒。台中地检署今年底侦结起诉。台中地方法院经过2年外的审理，15宣判讲，成东负责人吕志林、九福的医师洪章宏含药商欧国良，共判6年到7年半。洪章宏犯有制造禁药5罪，以及贩卖禁药95罪，合并应执行有期徒刑7年2月。吕志林，原名是吕世民，他一共犯了1063罪的供应调剂禁药罪，那合并应执行有期徒刑7年6月。台中地方法院讲，吕志林是犯药事法的经营调剂禁药罪，含刑事业务登载不实文书罪，是判7年半。洪章宏犯药事法的制造贩卖禁药罪，判7年2个月。欧国良犯药事法的贩卖禁药罪，判6档。伊的公司鑫中药业嘛，罚80万。对判决的结果，受害人有人感觉判伤轻，有人认为讲会当来警告这做歹代志的业者。法官愿意给他一个7年半的一个算是刑度还可以接受的一个范围之内，让未来有些中医师啊或者不良的一些医生或者是药商啊，有一个警惕，不要再犯这种错误。说真的还比较轻啦，因为这个是伴随终身的影响，然后又加上说受害的家庭跟受害人数那么多，应该是都会觉得说真的还不太能接受。本身是台中市议员的张彦东，一家伙仔4个人拢受害，甲大哥因为烟中毒造成神经受损，一直去看医生。伊强调受到判决书了后，会含律师和其他的被害人去讨论刷落来，敢要上诉。记者综合报道。